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，昨真侪县市拢发布大雨特报。伫咧阿里山的明月山嘛，受到大雨的影响，传出大浜边的铁链啊，那像断去啊，有10外的登山客受困。好在在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确认到登山客拢已经离开，铁链啊嘛好无断去。 出名的山林铁路围着阿里山明月山是真热门的爬山健行景点。初日下晡4点外，因为落大雨影响，明月山大浜边毋但变作水墙，阁捌传出铁链啊断去，10外的爬山的人煞掉伫棚坑内无法度出来。本日7日16时39分，嘉义县消防局接获报案，于阿里山乡年月县大崩壁附近发生铁链断掉。 初七下晡，真侪县市做伙发大雨特报，消防人员毋敢大意，随派遣人甲车去救援。好在在到场的时阵，发现爬山人拢已经家己平安离开，铁链啊嘛确认无断去的情形。经报案人来电表示，现场与市区小，且铁链无断掉情势，人员数名均已平安通过崩壁处。救援人员到达并确认现场人员均已平安撤出之后，状况解除。 本局人员离开现场。爬山人顺利行过大浜边，好在无人员受伤，正是白白行一个。消防局嘛呼吁民众爬山，除了爱注意身体状况，嘛一定都要注意气象资讯，确保家己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